开会了。乡亲好，欢迎大家收看村民大会。今日呢，村民大会会专门来特别讨论了解台湾水资源的运用哦。因为大家也知嘛，前一场无因为天走混啊，慢来唯独欠水，大家也动手。好彩又前一场无确实向你讲，也确实落了春雨又落水的情况，又留下感受，安样该昨天份该。个清洗哦，不过呢，其实讲起来，那个欠水嘅问题，从跳过到了下，都持续嘅发生，都冇听过。所以村民大会会分作两席，好好从那个研究嘅管理，到那个上水使用方面来做一个通盘嘅讨论哦。今日都会邀请到各界嘅专家，然后来到你分享那个经验还有沟通哦。因为为大家少介来宾，第一位来宾，你少介系跟台湾协会的历史张顺贵张律师好。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历史汉卡庭与对面的小凯动修是水利专家李宏源李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教授。第三位对面的小凯是台湾蓝色东港西保医学会的理事周克任。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上位对面到你共下的讨论哦。其实我们讲到，其实在台湾的缺水问题，可能10年前我们就在台湾水荒荒，可是持续了10年后的今天，仍然在讨论这个缺水。干旱的问题，其实我们很难理解，在这个西太平洋上的这个海岛国，我们雨量根本都不缺，可是我们却是个枯岛，到底原因是在哪里哦？你现在透过样片，其实200座天混，大家看到那个三门水库，那个造这个情况真的是这个库底朝天呐、大家看到触目惊心。你现在透过2团分析样片，国内进行正式的讨论。台湾遇到10年的大天旱，也是人造成的，也是极端气候惹的。过度开发，那么是人为温室效应的问题，也是人为的问题。那么台湾当然它的本身条件，它的地下人稠、坡度太陡板块运动、地震、台风、豪雨这些问题。这个白水库的资料，三门水库1年期的内沙，它有是197万立方公尺，不过每一年流到水库的内沙，它高达342万立方公尺。花很多钱去清淤，那清淤。一台车只能载12立方米，然后一个台风下来500万以上的，甚至于2700多万立方米的沙石，一次就进来了。有工程就有利，这些利是谁拿走了？事实上，问题并没有解决。56年来，为了延长水库的寿命，规个上面水库的蓄水期，去集合百撮的拦沙坝，来降低入到水库的内沙量。零存整付嘛，你把东西并没有解决，你去做那些拦沙坝，你要做多少个拦沙坝、溶华坝，它可以拦掉2400万立方米，但是这些东西会凭空消失吗？它现在连清都不敢去清，它一清的话，它的左岸整个山体会垮下来，所造成崩塌量是超过2400万立方米的5倍以上。拦沙坝无法度炸迄沙的排沙还没做的呢。这种叫做绕库排沙，额外1年就排出大概是100万吨的这泥沙下来的话，到平缓的地带的话，它这淤积会比也严重多。用工厂治水唔单止冇将问题解决，等到措施呢，上节囤泥沙，下节流空的问题，按用的做，怎做得真紧的做到正本清源咯。我们的集水区原有的林相如果是非常丰富的话，这种困境是不会存在的。七潭山里面它那些树已经存在好几千年的，也没有崩塌，它的水还是一样在流。到底係乜人才是沿岸的水库？农委会是一个农业行为的一个主管机关，全世界没有那么愚笨的一个政权，在集水区去发展农业。朱立伦当桃园县长的时候，总共7个那个开发案，目前还在进行中。最大的有100-200公顷，就在水库的旁边。政府一方面检讨水资源的问题，一方面又并款发力人才水库上节无节制的开发，下节将来无限制差清泥沙，安全嘛无效果。
看到刚才那个画面，其实真的很实际哦。那个岸上都已经露出这么一大块的土坡了哈。其实我们台湾有水库，本来是可以储水囤水的功能，现在会缺水，然后水库会见底。一方面是因为天没有下雨，那其实就算过去天有下雨，这个水库也已经淤积，没有办法装雨水了哦。所以咱们重新安排个问题，我们来看几个哦。其实从石门水库整治从源头的管理上来讲，造成它现在淤积的元凶。当然就是造林不当、高山农业、高山道路，其实讲起来就是集水区源头的开发。那淤积的原因呢？台风带来的强风豪雨，一下子把土石坍方就打下来了哈。那以石门水库的例子来讲话，每年的入库这个沙量大概是342万立方公尺，大概就是342万吨左右一年了哈。那我们再来看到呢，就是台风来讲，它对这个水库是对一个致命杀手等级的哈，它每次带来的强风豪雨，我们看到历年来哦，这个500万立方公尺以上的这个淤积量还算是小咖。其实我们看到很多都900多万，甚至破1000到2000万。爱丽、闽都丽，我们看到这些例子都是相当惨痛哦。其实我们说起来，台湾那么多水库，水库有一定的寿命，可是如果你好好保养的话，可以延长它的寿命。相对来说，如果你经营不善，或者是没有积极更新，没有好好做维护的话，它的淤积率会很可怕。我们看到像雾社水库，它的淤积率就有68%，也就等于说，如果下100%的水，你只能进2%哦。那你看像白河水库也是占了淤积率都超过1半，平均来讲，那么多主要的民生水库里面，将近30%都是淤积的。所以一旦就算是天空降雨，这些已经淤积的水库也没办法有很好的容量可以去储备这些水源。那当我们的水库会不会死掉呢？如果我们真的没有做好管理的话，我们看到几个显眼的例子哦，包括五界坝，跟我们待会也会谈到的集蓝河堰，这个全台湾积水量最大的一个小型的水库。它可能在2017年，各位，今年2015年，是不是在2年后，这个水库就形同死亡了呢？问题我先请教一下我们水利专家，我们的教授哦。其实说起来，这个水库的治理跟淤积问题，如果我们没有从源头、从整套这样子拉高的角度去看的话，是几乎没有办法解决。我的问题是，像这样的台湾的水库淤积已经是很普遍，然后它没有办法被改善的吗？我想当然刚刚讲的极端气候已经变成常态了，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现实。这个刚刚我们在讨论到这个民国52年的葛勒里台风，那时候下了1300毫米，我们就觉得这个天要塌下来，怎么可能会有一个这么大的降雨？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这个赫伯台风1996年2天就下了将近2000毫米的降雨，然后呢？5年前的这个莫拉克是3天3000毫米，这个都2倍翻过去，那个都是极端气候。那个莫拉克的降雨每2000年才会发生一次，这个赫伯台风的降雨每1000年才会发生一次。可是那频率怎么会那么接近呢？因为极端气候，就已经告诉我们说统计已经不可靠了。这就是我们先天我们面临的挑战会比过去的挑战还要来得大。可是我们水库不会变，而且还积在那边。水库不会变，而且我还是必须要强调的，事实上你要是光看石门水库积水区，它的泥沙的入沙量70%是天然崩塌。什么意思呢？它跟人为开发没有关系的。是吗？它跟人为开发基本上是没有关系的，因为第一个它的地质状况的不好，雨量特别大，所以它是天然崩塌。就像南部的南化水库、增温水库，事实上它的地质状况并不是很好。那其他全台湾的水库也是这样吗？它是自然淤积跟开发没有关系？事实上，自然淤积的量很大，这一块我们不要忽略了。是。当然，这个像雾社水库的话呢，它就比较接近的是这个人为开发。石门水库真的70%是天然崩塌。但是你会发现呢，这个你路开到哪，它就崩到哪。事实上，很多的崩塌是开发所引致的崩塌。然后呢，我们大家都认为造林，好像对积水区很好。可是你会发现，我们常常造的林是单一林相。单一林相就是说它的每个树的树根的这个深度都差不多，结果呢，你到了一个临界点的时候是整批滑下来，比不造林还糟糕。所以变成说，其实我们很尝试的要去做一些我们认为所谓的善行，结果反而造成它
它更大的这个淤积。是。所以我是觉得我们要找到元凶，然后呢叫做对症下药。所以我当初在石门水库的时候呢，我们大概花了好多年的时间，把石门水库集水区的每一个子集水区，不要看石门水库它有6个子集水区，它每个集水区的崩塌的状况都不一样。原来是这样。所以那时候这个经济部要花240亿。在做整个石门水库集水区的治理，那时候我们就跟经济部建议说，我们应该讲说，譬如说你在这个尖石，你在这个玉峰，你在霞云，你在每个地方，事实上因为它的崩塌的状况不一样。你用的方法也要不一样。哇，所以它的这个策略还要蛮细致的，要非常细，非常细。就是说你钱要花在刀口上面，然后有的是天然崩塌的，你该怎么办？有的是人为，这譬如说造路的，那你路就不能再修了。可是你这路不能再修，下个问题就是，那你要把里面的人迁出来。然后譬如说他们有的人在种水蜜桃、种高冷蔬菜是不能再种的。可是那这些人你不让他种，那你要怎么办？对，一些配套，所以你要把整个配套弄出来。所以说起来，这个水库淤积的成因有分自然有人为，它有很多各个成因呐。谢谢你，李教授。那我请教一下周理事，你怎么看呢？其实我们的水库本来它的功能要发挥的是储水的这个功能，可是现在成效越来越不彰，而且很快就要面临死亡了。你又是怎么看待它会造成这样子的淤积现象？水库当年在做的时候，在设计要走这一条路的时候，一定是考虑到说，一般我们的河川很快水就到大海去了，所以你想要把它蓄丰济枯。可是这个就变成一个统一的格式就开始出来了，是不是台湾所有的河川都是长这样？说一定都是风水起来水来，然后一下子就到大海去，又不见得。冲积山地区的河川又不这样走，好像东港溪一年到头都还是有水，很奇怪，它没有水库，可它还没有完全流到大海里，为什么？冲积扇本身就会渗出水来，所以大家面貌不同。对，所以在设计水库的时候，可以有因地制宜的策略。当时没有这么做，反正有来照单全收，就这么干。这么干的时候，造成民众也出了一个问题，迷失。喝干净的水，恐怕要有水库比较好。明明这个河川水可以用的，于是呢，渐渐的我们转换了之后呢，结果把河川水转成什么？我家的大派水沟开始出来了。所以变成我们很多河川水可以用的这个几率，整个把它 reduce 掉，变非常小了，没有了，几乎到没有了，所以整个依赖水库。那水库本身就是自杀政策，为什么？它本来就是在堵住水以外，还顺便堵住了包括自然崩落或人为开发崩落的东西。除水也除沙，是不是这样？对，所以它本来就迟早要死嘛，要自杀嘛。可是我们的做法就是，你自杀我还给你加一把力，就在集水区再做一些开发等等。这个我们叫同步作业。可是你说他将来会死会自杀，可是他维持他一定功能，能够维持多久的期限，他就尽量去做，这是他应该贡献的嘛。可是如果我们人类没有更加的在源头上好好的维护它，是不是就等于加速他自杀死亡的那个速度啊？对，所以所有的水库原来在设计的时候都有预估，它至少可以用到多少年，现在都好像只剩比它原预估的还少了1/2左右，或剩2/3左右。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下的时候我们当然就是迟早要等待水库一个一个挂点掉。是。那这听起来也是蛮那个的。我想李教授要补充一点。我再补充一下哈，人类会盖水库，大概就是100年的历史，水库的寿命100年。所以我们今天所碰到的状况就是说，我们都在面临一个即将迈向死亡或是老年的水库。所以下一步就是想说，我们该怎么办？其实呢，我们讲到这个水库上游的这个集水区的保护，从过去100年，我们开始人类有这个水库之后，就设定了法规保护这个水库上方的这个山头的治理，避免包括各种自然崩塌也好，甚至最怕就是这种人为开发产生的这后天的崩塌。所以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水土保持法来保护这个水库的生命。可是呢，我们现在的水土保持法已经面临的要修正哦。事实上，在2013年前年的时候呢，行政院就通过了这个水保
水土保持局所提出来这个水保法的部分修正案哦。不过在当时受到一些公民团体的反对，所以后来就延续到去年才送到立法院的经济委员会去审。当时初审的决议呢是认为大部分委员都不通过，所以是希望可以寻求共识继续再审。而我要请教一下詹律师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录影的时间是4月22号，4月23号明天这一次这个水保法的修正案要再次送到立法院再去审哦。像这样子，你们觉得你怎么看呢？这个水保法修正主要就是打开对土地使用的限制，那这对水库或者是水资源的管理是一个好处呢，还是坏处？虽然说我们水库呢那个崩塌，就说的淤积主要是有70%的因素来自于天然崩塌。那这个因为台湾的这个地质的条件是年轻，好，然后加上因为又是地震多台风这样的因素，但是至少还有30%可能是我们人力可能可以去挽救的，或者说这70%的天然崩塌里面，如刚刚李教授讲，有很多可能是因为道路一开之后，破坏了它边坡稳定之后，它会加速这种天然崩塌的原因。那这一部分其实就是我们应该要认真去面对的。那其实这个水土保持法的这个修正案，当初当然政府的讲法是说，因为按照目前我们既有的这些主要水库呢，如果按照这个集水区的发射方式呢，大概会有我们的国土大概有将近2/3，大概是205万公顷的那个土地都是属于它的集水区。但是实际上经济部呢正式把它公告为特定水土保持区的，其实少之又少。那现在呢，就干脆想说，透过这样子的法去把它整个呢解编，但表面上它法律上用语只是说，需要划为特定水质保持区的是说需要特别保护者。对。那表面上看是说需要特别保护的我来保护，那意思是说以前一概应该都被保护的，现在只要是被选为特别需要保护的那33万2千公顷，才需要划为特定水保持，简单的说，其他就可以解编，就是保护范围缩小了。那大部分你可以开发的定义就很模糊了，只要没有影响环境太大的生态，我就能开发。是，那其实这样的政策的决定，是在2-3年前就决定的。但是呢，过去政策已经决定之后，我们的政府就像一个恐龙，那个神经的使唤很慢。当他今天我们现在正面临这么严重干旱的缺水的时候呢，他有没有重新回过想说，那我当初做这样子的政策决定，想要修法去放宽，对，虽然说他的理由逻辑是说，为了要兼顾这些集水区范围里面人民的权益的时候呢，有没有想过，那以现在来讲，这样子的政策妥不妥当？就是没有这种所以事情都只看一面的时候，就会有风险哈。先谢谢律师，我先补充一下，其实这次的水保法的修正案大概几个重点，这个修法的重点啦哈。一个呢就是指到说，包括像刚刚律师讲到的，除了说部分限制要强行保护的范围之外，这已经大大的缩小了哈。那其他部分都是可以照原则来开发。那再来一个就是说，像水库周边都有30到50公顷的这个所谓的保护带，现在也一并取消。对政府方面提出来的说法，当然就是对可能在集水区里面农民他的生计可以顾及，可是相对的来讲，那个我们现在水库本来就已经是面临了一个进入加护病房的状态。如果说我们没有做好管理，会不会加剧它的伤害？这点我先请教一下周先生，其实你怎么看这一次这个水保法修正案可能会带来这些陆陆续续这些蓄势待发的水库开发案呢？那其实我们刚才主持人已经有讲到了嘛，水库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加护病房的一个状态。那在这种状态是要很小心的去维护这个病人，以免因为刚刚就像李教授所讲的，我们对于现在水库要准备寿命告终的一个时代，我们还找不到其他的水源或者去怎么管理水的一个调度方案都还没形成。没有形成的时候，这么急要把水库送往生干什么？所以去把这个水保法打开。我们也用常识想也知道，那我们最怕的就是淤积，而不是你有限定在哪个地方有保护，哪个地方可以开放，或者说农民其实他早就在里面已经有他在开发了，都有。其实而且农民的农耕跟这种大型财团观光饭店的开发不一样的规模吧？不一样，所以他其实农民只是被拿来出来当幌子去讲而已啊。可最重要一个问题啊，那集水区。当初做水库的时候，没有去讨论一个问题，水库等于是一刀不止把河川划成上下两区，它也把居住的人
分成上下2个世界。那我们通常会称为叫做取水区跟供水区。到目前为止，如果我们站在一个合乎一个流域的一个公平原则来讲，我需要水的人，那上游的人给我水，他要牺牲他的发展权益，那我照理讲要支付给他一个补偿。可是我们现在水费那么便宜，所以给他的补偿是根本很少，少到不行。那他们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我要牺牲我们就要配合你？所以他在上游会觉得我放污染毒死你们算了。所以整个流域根本一点公共道德的可能性的形成就不再会有。难怪周理事一再强调，他认为这个盖水库根本就是一个自杀政策了哈。谢谢你。那李教授你怎么看？说起来水保法修正案，它其实是一个很上位的一个法案，它应该要是全面顾到，而不会只是单一面向。我是觉得今天我们台湾最严重的问题是我们对这块土地应该要怎么使用，没有一个中心思想。所以这个东西就会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国土计划法。是这个国土计划法，我们如何明智的使用这块土地，我们的土地容受力，这个整个上位定下来以后，事实上后面就会清楚。可是我们今天因为国土计划法在立法院永远没通过，所以我们根本到了今天呢，我们只能做区域计划。那你今天国家既然没有个国土规划，所以你就会衍生到这个集水区也出了问题，这个水库也出了问题，我们的都市也出了问题，我们人。一堆人800万人塞在台北，当然就会衍生其他的问题，所以上位的计划一直都没出来，所以这才是我们必须要来讨论。所以这个包括从水库还有集水区的整个源头管理，大家都要重新再思维之外，那面对现在的现实是，我们有很多的主要的民生水库都已经是淤积超过30%以上了哦。在面对这个水库有一定寿命的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样尽我们的人为，让这个水库的寿命可以延长？再像周大哥讲到，我们还没找到其他替代水源之前，要尽量的合舟共济来做好最大的打算。那目前来讲呢，我们对于水库的整治大概有几个这样的方式啦，一个是新建拦沙坝，再来就是清淤，包括抽泥、路挖、水利排沙等等。不过呢，像这些人为去这个水库周边所做的清淤的这个行为哦，大概统包加起来，大概每年可以清掉200万立方公尺啦哈。那我们刚刚也知道资料说，以石门水库的案子来讲，入沙量大概有350万吨，所以它去掉这个200万吨，至少还有150万吨，那怎么办呢？所以就是说，这个清淤沙的速度假设是1，那积泥沙的速度是2，1永远追不上2啊，所以我们就永远在这个淤积的状况，非常麻烦。那但是我们水利署也尽量去做，所以我们现在有新的办法，叫做绕固排沙。就是新建防淤隧道，那现在正在做了，已经通过审核，开始编的预算。阿姆坪预计7年后可以完工这个大的这个防沙隧道，预计可以每年清除掉64万吨的这个淤积的泥沙。那还有一个大湾坪，现在还在评估，还没有开始什么时候要做。那水利署的资料也是说可以大概清掉71万吨，所以加起来大概150万吨，150加200大概350万吨，到时候就可以达到这个进出平衡。不过我们要特别想到的是，这是指7年后哦，还不止大湾坪什么时候会盖？因为一个防沙隧道要50亿，2个就要100亿。现在政府的财政有办法负担吗？好，就算石门水库将来在10年后，我们钱也有了，人力也进驻了，真的可以达到进出平衡。可是各位观众，我们可能要注意到一个问题，在早年新建的这个拦沙坝，主要有231座拦沙坝已经全部EG清满了哈。刚刚我们李教授也提点到，现在的极端的气烈变化哈。可能像这样子的莫拉克风，在3000毫米的雨量一下来，这些已经淤积的拦沙坝就已经失去它原本要改善这个水库淤积的状态。反而一旦溃堤、一旦崩堤了之后，一个大雨打下来，一个台风打下来，这个水库也不必救了。那问题我请教一下教授，像我们现在水利署也想尽办法用各种工程手段来清淤，你怎么看我们现在清淤的工作？当然，石门水库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功夫去做这件事情？事实上，石门水库还有一个很大的隐忧，就是说呢，它是一个51年的老水库，它的容量剩下2/3，然后呢，万一莫拉克的降雨下在石门水库集水区，这个坝是会垮掉的。这个坝一垮掉的话，是半个台北就不见了，所以它是一个潜在危机很大的一个水库，所以想尽办法也得清啊。它不止在清而已，事实上那2个这个排沙隧道是基本上是排洪隧道了，就是万一这个一个莫拉克等级的降雨下在石门水库集水区，多余的洪水必须要从那条隧道直接让它进大溪，不然坝是会垮掉的。对啊，你说风险说得很对啊。那我们现在讲231座这个拦沙坝，像很多那种梳子坝，就是拦截那些泥沙的，他们都满
满了耶。它全淤满了。我还在提醒大家，蓝沙坝是会垮的。在大概6年以前，有一场台风，80坝就垮掉了。那个80坝它是一个大型的蓝沙坝，它当初它被坝后面这个累积的这个泥沙量大概1500万立方米。这个坝一垮掉以后呢，就把下游的荣华坝整个淤满了。然后它这个整个的这个河川就往上，我们叫溯源冲刷。所以今天你去看巴陵桥的坝基基本上已经是在一个不是很健康的状况下。那不是一个灾难吗？对，所以我们现在水利界在谈的就是说，一个淤满的蓝沙坝，它是迟早会垮。那怎么办？所以你今天要考虑的是，你是不是在有问题的第一个你要体检，第二个是不是在你可以控制的范围里面把它拆掉。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今天除了要谈水库的淤积的问题以外，其实另外一个更严肃的议题就是一个蓝沙坝的安全，一个水库的安全。因为我们不只在谈缺水，事实上我们在谈的一个更大的一个灾害就是万一它垮了怎么办？是，所以其实我们发现，其实很多的工程治水工程本来是有善的目的，可是它往往适得其反，让问题雪上加霜。周理事，你其实看这个蓝沙坝这个过时的工程，而且不但过时，它已经没有功用之外，还带着危险因子而且现在配合外部的环境这么的高风险，能怎么办呢？坦白讲，我们站在民间，我们不知道能对那个坝能怎么办，因为我也不敢去乱讲，可以怎么办？好，那但是我们只能去转向去想一个问题，就是说，既然我已经知道那些坝或水库，它已经要接近到一个末期的时候，那么我们一直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为什么我现在的这些河川水，我让它可以有污染的位置，一直让它往中上游在跑，中游在跑，那我们只能要出一个动作跟力量，就是必须要让大家去恢复那些地面水来用啊。那这些恢复地面水的动作，最麻烦的就在于，因为周边已经有太多的开发，它揭露了整个政府从中央到地方一个问题。原来我们在执行国家的这个水政策或法制的时候，原来我们摆的优先序位竟然叫做情理法。这是非常 terrible 的事情。整个国家垮掉，就是情摆在最前面。为什么情最前面？选举靠的是什么？不是理念，靠的是也不是叫做买票，叫人情。人情是占最先的，好，包括人事啊什么等等等等。然后接下来才谈法，可是法其实没有，理又把它弄到前面来。可是我们又把理扭曲了，理是自古以来累积的一个对该有的公共道德，那个已经都划掉了。其实我们台湾这块本来算是我们是海岛国家，可是我们现在因为缺水关系变成枯岛，在这个造成这样子一个相当矛盾的一种现实状况，是不是有一些问题？我们在这个执行的根源中，我们可以好好想想。其实综合刚刚3位来宾提点到这个水库的使用对于台湾的整个水利环境，可能这个政策可能开始要有一些检讨的空间。那我们再想到说，往下走，台湾的中半部云嘉南地区其实都是相当长期以来都是一个水资源很缺乏的地方，而我们全台湾最大的河流浊水溪就在发源在那边。那我们对浊水溪的利用是在14年前，2001年的时候盖了一个全台湾集水量最大的集蓝河堰，盖好了14年，尽量想办法趸取了浊水溪的水量来供给包括民生、包括工业还有农业三方用水的这种支持的。可支持了14年以后，这样子的支持是有好的结果吗？对我们的生态、对周边的环境有没有带来意想不到的伤害？你先透过两屯样片来看，去总盘菩提个是不是咱好人，是不是穷容带来的问题？谢谢蓝河堰对2001年开始用以后，一直农用争议，故影影响到农业用水的分布没停过。主要的功能就是要调配水，然后呢，它将浊水溪的整个水源就分配给那个彰化、云林。那整个对于工业用水的话，我们供应大概5.3%的，所以农业用水它还是我们最主要一个供应。六轻用水要比较大量，而且要集中，所以就想到从基间那个整个把它截住，这个
彰化跟云林的这种灌溉用水统筹调配。谢谢蓝河堰在温水河所有的水资源，这个统一分配，透过水准南北分流，北送到南投彰化，南送到云林，韩国由工业专管送到六轻，才留下来近来更升高的泥沙，韩国引来严重的涌尘的问题。但是六轻做完之后，所有大粒径的都在集集堰上游。那么细沙照样可以，所以这个细沙的时候，在东北季风来的时候，这么一吹的话，会更严重。那么它的扬尘不仅比过去更严重，这种黄沙扬尘的情形连上游都发生。这最主要也跟那个气候也有关系，就我们东北季风那边带来的，还有它原先农民在高滩地的这些开垦行为。谢谢蓝河堰水资源的调度，一定要意思日日谈韩国水利海民潭民湖发展存下来的水，也下半年冇容易嘅，日日谈叫只怪嘢弄鋪出來嘅，水資源的調度困難，送節的種誒唔前停水先停電。當它這邊缺水的時候，像現在缺水，那我們這邊就會有地區性的停電。那像昨天我們永豐村的500幾戶全部都停電了，都是會地區性的停電。謝謝藍河堰設立以後，溫水河的水量減少為一半，泥沙韓國用程的問題因來因嚴重，雖然有唔啦，工業用水才少唔得，六輕四期的擴充計劃還在進行當中。那麼我們的這種產沙量是國外的平均值的100倍，所以問題是這麼嚴重。那麼台灣在這種情況的時候，我們第一個要考慮的是不是我們的開發經濟開發是不是已經過頭？在台灣某個事情讀到經濟農業用鋪，水利署又係屬於經濟鋪嘅。就水利署嘅資料來看，民國114年工業愛用嘅水位達到31億噸，從103年嘅19億噸增加係將近2倍。23年來以因落因少，水資源而對內來產業之間嘅用水爭議又用嘅頻繁。推完改木慶之後，濁水溪我們看到在中部它的年淨流量大概有60億噸那我們看到這個集集藍河堰就蓋在中上游左右這個永久性的攔水這個構造物那大概可以攔到的可靠水源大概20億噸那它分了3個管線，北邊呢就提供給彰化，那南邊的南岸聯絡渠道就提供給這個雲林這是農業用水，還有一些部分民生用水。那這邊看到綠色一個工業的用水專用管道，它大概有2公尺這麼大的這個進口，大概拉了43公里送到海邊的這個六輕工業區使用。那我們講到集集藍河堰這個14歲的這個最大取水量的藍河堰，它有哪一些問題呢？主要是歸結在2個。第一個就是說長期以來的爭議在於說，到底是農業搶工業的水，還是工業搶農業的水？第二個還有更意想不到的傷害是對環境的傷害。我們先講到這一點，來請教張律師其實從水利署給我們的資料其實藍河堰它的法定的分配供水情況，農業用水還是最大戶佔了90%以上，也就是說20億噸大概用起來，實際18億噸的這個可靠水裡面有17噸都是給我們農業用水，灌溉10萬公頃那真正的六輕，你們講的工業用水，其實我也才佔了5%多，是少的，民生用水更少，是這樣子的嗎？其實，但如果說我們看說，本來集集藍河堰要供給工業用水的部分呢，曾經就說他們在官方文件裡面有講說，這是如果是在枯水期的話，工業用水完全沒有水權。那現在很典型的，現在是枯水期。那我們請一下，他沒有停產啊？對，集集藍河堰有沒有每天送41.5萬噸的水給六輕？有沒有？一定有。這些水從哪裡來？其實還是從農業用水去調撥過來，就是買過來的。所以我們一直常常會在講說，名目上呢，農業用水佔了整個台灣水權的70%以上，好像這樣子，它是一個高耗水、低產值的產業。其實這個是有一點點不近情理的說法，因為畢竟這只是名目上的，但是跟實際使用的是有很大的不一樣。更何況其實我們過去已經有很多的研究調查報告也可以顯示出來，其實以水田來講，當你那個水田就是說需要用很多的水，但是這些水呢，它有相當大的比例，大概35%左右，其實是會回滲到地下水。過去六輕的用水，其實就是一直被拿出來檢討，為什麼你們是在海邊有相當好的條件呢？可不可以對那個新建那個海水淡化廠，但是他因為這樣子要額外花他很多成本，他堅持不要，因為他跟農業買水比較便宜，因為他直接是跟農田水利會去買水，那農田水怎麼樣子把水權賤賣給他，這個我們而且賣的錢到哪裡去？那我先請教一下律師，你買我農業的水，可是我農業灌溉還是要水，那我沒有水怎麼辦？我去抽地下水啊？對，但有一些就被迫要休耕，那有一些當然他會去抽
这个地下水，那当然这是就会陷入另外一个生态的循环。另外一件事了。而且我们也不要忘记一件事，基期蓝河堰实际的淤积程度也超过了50%，已经来到57%。也就是说，就算是不是2017年，可能2018年也会。刚刚我们数字看到的，它也是一个死亡的水库。那这个死亡的水库已经造成了的伤害不能够磨灭的是什么呢？你先协滚下各滚，都带去重新给送回马盖。台北嘅讨论现场，你基本呢专门咧讨论就台湾用水、治水嘅问题哦。听话总监呢，你也讲到了解是不是咱忽然哦，它已经使用了14年，那照估计它现在淤沙量哦，可能再过2年，这个水库的寿命就告终了哈。其实不止在我们刚刚讨论到说，在水源分配上，其实冲突了很多的矛盾跟长久以来的失衡之外，现在造成更大的事实，就是像我们看到这个基期蓝河堰这么大的一个规模的水利工程。它被基期蓝河堰拦起来以后，它拦水也拦沙，所以上面已经形成了严重的淤积，而在中下游产生了在台湾这个海岛国家非常罕见、匪夷所思的沙漠化的情形哦。因为这拦截下来一些粗颗粒的沙石，细颗粒的往下走，那加上这个河床表面已经缺乏水源的润泽，所以当东北季风或者是风开始吹的时候，这边就产生所谓的本土沙尘暴，这样新的生态名词。我问题可以请教我们李教授吗？我们国家的政策，我们看到这个例子来讲，本来是要改善问题，可是会不会反而是造成问题的严重呢？当然，六轻已经存在了，它是我们台湾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来源。我觉得今天应该是我们要检视，就是说政府不能讲说我无条件的你要水我一定要给你，政府应该要求六轻说你的水能不能回收到90%。就你第一个，你先自己把你大部分问题解决了以后，我再来跟你重新检讨。可是如果现在政府持续供水给他最好的，他就不会有动力要去修改。但是我要给你3年的时间，我可以给你2年、3年准备，说你要水的回收做到90%，你最后做到90%以后，我就跟你讲说3年以后我要跟你重新检讨水权，你就必须要去这个把你的回收，你至少开始跟六轻谈这件事。你要给他一个期限，要求他改进，然后你才有可能回过头来检讨水权。那你要检讨水权以后，你才知道说我要解决下面的沙尘暴，我是不是基期蓝河堰？我可能为了生态用水。我们今天都在谈农业用水、工业用水，从来没有人替浊水溪讲话。浊水溪讲说本来是我的水，你们把我拦走了，不管你是农业用、工业用，你都是把我拦走了嘛。现在反扑啦。所以今天变成说我们要思考，就是说，假如要让沙尘暴解决，我要放多少生态用水进来，让我们它的水面有一个足够的水面。你只要水一上来，沙尘暴就不见了嘛。那当然，你要让生态用水的量，你有办法估出来，它就会排挤到我们的农业取水，会排挤到工业的取水。所以开始要去跟六轻，所以你要去跟六轻讲说，我给你3年的时间，必须要想办法把自己的水回收做到一定程度，然后再回过头来检讨基期蓝河堰的运作方式、操作方式，这样子沙尘暴才有解了。但是我看到以我们目前的这种思维，沙尘暴是没解的，它不是能解决的。市场听下来，我们情的演变都是一个环节或一个环节轻易空白的。那我请教一下，现在基期就是把这个蓝叶抽掉、打掉、炸掉，让水往下流，事实上它的已经超过17%了。那这整个东西缺乏水的，即便我们想说生态缺乏倾向，我们给对生态水不够用，这打不开的结，你是这个办法吗？我不看像那么实际，地方是中西山平原呢。那中西山平原就台北这个地方特殊的地方，它原来河川不是河川，浊水溪不是长一条的，它应该是跟屏东那个很像，很像，它叫法变型河川，像你们法变一样，是有扩散出去的。10年河东10年河西，它会到处乱窜的。那因为这样乱窜，就是因为包含它上面沙石多、砾石多，
那代表它补充地下水能力也非常强。但没有水，它很快也变成像沙尘暴。所以沙尘暴的问题也不是说你有去滋润它，它地下海水层、自由海层水也是固住它，所以这里才成为什么粮仓。这个特性是完全扣整个开发跟自然生态关系扣得很紧的一个指标。你怎么看现在的水源分配能够真正和生态有风水？这个已经成了一个它该生产什么的它的特性，是我们放一个不相容的东西进来，167。自然和验可能就6听到了，提出在说一定要提出按水改，这里面提供它1.5万吨，我想如果要为国土上面，对，未来为什么可以长沙就污染这些粮仓？这进口是依赖。在的这个6.4的承诺的说，的希望，同时呢，政府一直在所以时间每秒20天27。所以后来政府不回复说，每周变到是整个政府30万，就点非常。
浮流水它有分好几种，是。第一个它是自然涌出来的，第二个是人为把它叫出来的，不能叫吗？啊，人为叫出来就是藻井嘛。对啊，你的意思是说，你认为它是有风险、不可用、不可靠的吗？不是不可靠，是我们怎么去面对缺水的时候一个态度。你如果不转换的话，浮流水只是下一个悲剧而已，被抽光、用光的悲剧，用光乱用光的悲剧。那浮流水它可以自己喷出来那一个部分，占水量很大，大到就像屏东的东港溪。每日的80万吨的这些水，它是非常稳定的。它自然而然喷出来，是因为它水量够，已经溢满了，所以它就出来了。对，它就溢满了。那可以用，可以用。可是我们却把它弄成不能用。一直抽的关系吗？它一出来不到10分钟，从养猪废水开始灌进来，皮革工厂进来。那屏东的那些工厂在做什么用的？你说生产经济吗？错了，为顶新生产地沟油用的。就是这一群的一个产业链，然后再把它水弄脏了，弄脏了。你当然就没有那80万吨，你去弄一支辐射井，了不起出来10万吨好不好？那是最美妙，平均是现在1万吨呐。那我有80万吨，把它变成脏水，让它10分钟后变脏水，然后花很多钱再去抽一个1万吨出来。第一个我们从就发生矛盾。我不是说不能去做辐射井，而是这是人类的使用方法手段错误嘛。那是一个叫当救命用水，而不是拿来当日常的用水。所以辐射井我们要先定位为它是备源用水、救命用水。可是我们如果不全力的去把干净的那个自己喷出来这些浮流水，优先拿来作为保护与利用的话，那么我们自己就先犯了一个规。周理事的看法是这样，那我想请教一下李教授。我想当然浮流水我还是同意的，就是它能拿来当做辅助使用，它可以拿来救命用。你要把它真正拿来当做我们主要的水源供应，我觉得这个逻辑可能必须要先打一个问号。所以说，在地面水跟浮流水的使用上，我们一定是优先要使用地面水。而且我今天是这样，虽然我是一个工程师，我是坚决反对我们在用任何工程手段想办法再去找水源。我们不是没有水，我们水被我们弄脏了，怎么会没有水呢？我们今天应该是想尽办法把我们要弄脏的水，把我们要浪费的水，把它全部回收再利用以后，我们要把这个可能有可以开发条件的留给子孙用吧。我们已经把人家的支票都开完了，今天还想办法去把他们的支票拿来再开掉，我觉得这是不负责任。台湾人根本没有资格谈缺水，我是觉得我们根本没有资格谈缺水。我们1年900亿吨的水下在我们这个岛上面，怎么会缺水呢？人家以色列是个沙漠国家，人家都不缺水，我们今天在喊缺水，它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要回到整个水的结构。水价、差别汇率、水的回收再利用、节水的产业、节水的技术出来，我觉得这边东西都完了，我们实在都没有办法了。好，我们再开始谈，我要如何来开源，我要如何去开发浮流水，我要如何去开发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功课没有做好以前，我们根本没有资格去谈那教授，你是专家，我问你哦，台湾现在的这个回收水、废水、污水那些都弄出去了，我们把它叫回来，继续过滤以后重新再利用，这个量足以支撑我们的用水需求吗？绝对可以啊！你知道我们今天在谈缺水，你知道我们的污水处理厂一天放掉多少水？一天放掉285万吨。哇哦，那快一个那是1000万人的用水量，什么一个石门水库？那是一个1000万人的用水量。所以说起来很重要，现在必须要先调理的一个体质，就是我们对水的态度，那个心态是什么哦？以前因为我们就是海岛国，我们有的是雨水，从出生到大，我们永远看到是丰沛的雨量。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不知道那个水资源有多珍贵。如果说到今天我们已经开始体认到缺水的这个现实跟困难之后，把水当作血来看，你如果多珍惜血，那你就多珍惜水。所以这个回收这一块，我们过去可能让它一片荒芜。现在不一样，要拿回来。那我请教律师，一般企业或者说一般民众，好，我们去做普遍的民调，认为说回收处理就是难在它的这个过程。回收纸我们也知道它精神价值高，可是它成本贵，它技术强，是不是有这样的顾虑呢？你看法又是怎么样？当然，要回收的话，它的成本势必要贵。但是我想，其实就是像李教授所建议的，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用一些差别的那个汇率来看这个问题？如果以一般世界公认的，就是说每天那个一个人的使用，如果是以250公升这样的标准来讲的话，那一家4口
就说以它符合标准量的范围之内呢，那我给你相对便宜的。但是如果超过之后，是你就已经开始是在我得累进了，我就可以用比较贵的那个说法。那工业的是一样，如果你的用水量到达一定的程度，或者你的那个废水的那个回收率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那我那个水的汇率我就加很高。我想长期来讲，我们为了要面对台湾的永续的生存，好，这一部分其实真的是已经刻不容缓了。那李教，其实我们讲说要光是诉诸情感道德，努力劝说，这可能有一定的程度的难。我们要给他萝卜，棍子也要下去。所以我们怎么样让这个所谓的省水产业可以变成一种扩大的集体式的诱因，让你自己想这么做？我觉得就刚刚讲詹律师讲的嘛，事实上营建署应该要讲说，刚刚讲你一天1000公升嘛，但是我就告诉你说，新的建案从今年开始的新的建案，你必须要用节水的设备，不然我的建造不发给你了。老的建案告诉你，政府给你5年的时间，你的所有的这个马桶啊、水龙头都要换成节水的设备，但是告诉你说不用担心，中央政府出50%。地方政府出30%，一般的民众出20%，你这20%还可以减税，还可以贷款。只要这政策一下去，5年之内所有民生用水就省下来了。可以省很多。省很多，而且呢，工业用水就告诉他，从现在开始，你的工厂水的回收不做到90%，执照不发给你。旧的工厂给你3年的时间，你要做到90%，然后告诉你说不用担心，政府贷款给你。我请工研院，请这些主要的大学组一个顾问团协助你，3年之内工业用水就省下来了。我们只要花5年的时间，我们的节水产业就出来了。所以政府的手段很重要。政府的手段很重要，但是我们永远都不敢这么讲，永远在道德劝说，永远在这个，但是大家都讲框了一个大帽子，说我要替老百姓看紧荷包。其实各位乡亲哈，假如不采用差别汇率，我把水价1度提到30块，你我1个月大概多200块，所以在替谁看紧荷包？替大企业在看紧荷包嘛？大家都不愿意把话讲清楚。所以，但是这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产业。我有一个数字给各位听。习近平最近下了一个政策，到2020年，全中国的这个河川的水体，它要达到优良的水体。要是没有办法在2020年做到所有的领导全部换掉，这个有多少产值呢？10兆人民币。但是我告诉各位，因为我们台湾节水产业没有出来，我们这块饼一口都吃不到。这块饼是谁会吃去？以色列、新加坡，2个水资源极度缺乏的小国，今天是全世界水回收技术的输出国，这才是我们要学习的榜样。台湾人应该要把政策定下去，让我们的节水产业出来，解决我们的问题，然后去中国赚钱嘛，这才是我们的正途。最后的问题，我也请教周理事，也请理事就做结论哈。其实我们刚刚也一再提到一个很好的想法，就是其实人对水的这个运用，其实有一定的这个伦理正义啦哈。我们应该回归它最自然的样子。只在现在工商社会开始发展的情况之下，我们要合理用度的使用它，需要更多的智慧。全台湾有一个最麻烦的产业叫做什么？包装水产业。请问它水从哪里来？就是那些浮流涌泉水，好干净的水质这样。那你像个佛光山卖一个佛光山的矿泉水，1瓶这么小瓶，多少？300块，只因为他有在那边听大悲咒。那么这些水是救命水，我们把它拿来做这里用。第二个，在高屏溪的旁边，还有谁拿救命水去乱用？台塑，他竟然可以在那边开2个井，然后所以他南台湾缺水，他不会哀哀叫，原因什么？他有私有水权。那再来这一次的缺水里面，南科他们有参与节水政策哦。他说5月万一梅雨还没来，他启动叫载水的政策，到屏东的加工出口区去载地下水过去。他一定得用水，他得维持每天的产值。在看到我们屏东人眼里，我们兴起了一个念头，我们应该发展地下水的地下黑市交易。必定有钱赚，一定有钱赚。我们做家庭式的服务，你们高雄人没得洗澡的，没得喝水的，我们来可以提供避难5天的家庭旅游服务，怎么样？听起来好可悲，好讽刺哦。对，这个就是我们整个道德一直会滑下去的原因。所以这个东西如果没有，我们纵使有法令，我要去执行、去取缔或者去管理的时候，这些通通取缔单到首长的前面的时候，他如果给你写一个叫在意呢？
在意就是说，哎，有很多议员来关说啊，不要急啊，再来谈啦，再给他机会啦，再给他缓冲啦。每一任都来一次缓冲，每一个法都变成不能执行。所有的基层公务员他还有士气吗？赏罚不分明，赏罚不分明是没有办法保护环境的最根本的一个地方。是。好，所以我们是觉得说，在这部分上，我们的道德要反映在法律上。赏罚要分明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政府要诞生才行。目前是一个完全都可以关说，可以随便，可以把我们的自然资源拿来贩卖，甚至偷用，偷啊，都一个贼的关系。那整个国家是这样的时候，我们能期待怎么解决缺水问题？是，好，谢谢。非常谢谢周理事，也谢谢我们的来宾。我们今天的讨论一个归纳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大家都体认到水资源非常的珍贵。不过这样的体悟真正有达到内心吗？无论是情感面、工程面，甚至法律面，各个环节相扣之下，你希望推翻改水资源，做对汉港又好该利用。汉港也诚如李教授提到的，其实我们在针对水这个管理。永远大于开发，管理是更重要的。我们现在所浪费掉的水源，如果能够救回来、叫回来，好好的再把它重复使用，难道不是对上天的一种回馈的感恩吗？所以，俩就是你咧好讨论，从研究嘅管理到下节下2礼拜呢，还会持续咧关心讨论哦，到大家个水费嘅挑战，还有你池内水嘅用法，还有流水率，俩相关嘅问题，你村民台会会专门专席咧讨论个水资源嘅运用哦。今日非常感谢3位来宾到你桥下咧分享讨论个议题，当然也感谢大家收看，你下2礼拜大家唔好唔记得咯，还会个继续关心个水资源嘅问题。感谢大家收看，再会。